也不回呀，让我交钱，回个应，饭也不做啊，衣服也不洗，还等老娘来伺候你啊？孙子也生不出来，生的全是孙女啊，教你有什么用？我哎妈，你别打我了，你会伤到孩子的，我都快生了。我儿子回来了，看我儿子怎么收拾你！哎呀，儿媳妇啊，你怎么打老娘啊？老婆，快起来！儿子，你回来了，你怎么扶他？不扶我，我是你老妈。走，老婆。站住！干嘛？你这个不孝子，你这样做，没有人会支持你的。视频前的家人们，我相信这一幕你们也看到了，你们支持我跟我老婆出去租房子住吗？如果支持的话，点赞支持一下，谢谢。走，老婆。